大家好，我係心臟科嘅專科醫生曾振峰醫生。慢性心臟衰竭即係代表心臟嘅功能下降，而冇辦法將營養同氧氣輸送到身體各個器官，令到器官嘅功能慢慢變差。如果患上慢性心臟衰竭，身體就會出現唔同嘅症狀，例如會覺得好攰啊、肌肉冇力啊、氣喘。嚴重嘅話咧，腎功能咧就會變差，而且身體咧亦都會出現水腫，仲有機會增加死亡嘅風險添。事實上咧，鐵質對我哋人體係好重要嘅。鐵質咧係一個製造紅血球嘅材料之一嚟嘅，而紅血球咧係可以運送氧氣咧去我哋身體各個嘅器官啦，維持身體嘅運作啦。另外咧，肌肉嘅細胞嘅產生能力嘅時候咧，亦都需要到鐵質嘅。如果身體缺鐵嘅話咧，紅血球就會生成不足啦，血量就會減少，而且心臟咧就要必須增加佢嘅工作負荷，咁嚟滿足我哋全身細胞嘅需求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我哋身體就要出現一啲變化啦，例如呼吸要加速啦、心肌變厚啦，仲可能咧造成心臟衰竭添。咁心臟衰竭患者咧出現缺鐵嘅情況咧，其實都好普遍嘅。根據歐洲心臟協會研究嘅顯示咧，喺1506名嘅慢性心臟衰竭患者裏邊咧，缺鐵嘅比率咧就高達50%咁多。一般嚟講咧，慢性心臟衰竭患者缺鐵嘅成因咧，主要係因為腸道吸收功能變差，唔能夠從食物裏邊咧攝取足夠嘅鐵質。另外，慢性心臟衰竭同一般慢性病一樣，當身體出現一啲炎症嘅反應嘅時候咧，都會降低我哋身體攝取鐵質嘅能力嘅。好多患者因為食慾下降而令到身體攝取唔到足夠嘅鐵質，令到心臟衰竭嘅情況慢慢惡化。如果慢性心臟衰竭患者出現缺鐵嘅情況嘅話咧，症狀大致咧都會同貧血差唔多。咁當中包括身體就會容易出現疲勞啦，運動員咧會有機會出現呼吸困難啊，同埋心悸、頭暈。嚴重嘅話咧，仲會令到心臟衰竭情況惡化。如果患者唔可以及時處理好缺鐵嘅問題嘅話咧，唔單止會影響生活質素，仲會增加住院同埋致命嘅風險添嘅。一般嘅情況嚟講咧，醫生會先去清楚了解患者缺鐵嘅原因先嘅，例如係咪同腸道攝取唔到足夠嘅鐵質有關啦。之後醫生咧就會針對患者嘅情況安排治療，亦都會處方鐵質嘅補充劑，去提升身體嘅鐵質水平。鐵質補充治療咧可以分為口服同埋靜脈注射兩種嘅。口服鐵劑咧又可以再分為2價鐵同埋3價鐵。3價鐵劑嘅吸收穩定度比較高，而且副作用比較低。靜脈注射嘅鐵劑咧就比較啱有嚴重腸胃吸收不良嘅人士使用。有研究發現咧，靜脈注射嘅鐵劑咧或者可以減少誘發心臟衰竭嘅風險，同埋因為心血管疾病而導致嘅致命風險嘅。如果有缺鐵症狀嘅慢性心臟衰竭患者，而未有及時處理好缺鐵嘅問題嘅話咧，咁就有機會令到心臟衰竭嘅問題持續惡化。曾經有一位慢性心臟衰竭嘅患者咧，雖然有跟足醫生嘅指示服用藥物，但係仍然都需要不停入院接受治療。後來診斷到原來因為患者嘅缺鐵情況太嚴重，而導致心臟衰竭嘅情況持續惡化。補充咗鐵質之後，情況先至可以慢慢穩定落嚟。